你别忘了，我大哥还有几万兵马还未班师呢，我就不相信那帮老臣真敢杀了我。阿叔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就算你能保住性命，默刑、流放，哪一样不够你喝一壶的？到时候再说吧，最多也就是难看一点，魏婴不会嫌弃我的。无论如何，皇上都是我教出来的弟子，我信他。你和离了？是的，不孝女实在不忍陈家凌辱，所以已与他签订和离文书，所有嫁妆皆已取回，还请父亲大人派人清点。哎，这点嫁妆算什么呀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告诉我一声，好端端的怎么就和离了？你才嫁过去多久？先是退婚，又是和离，这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说？你怎么连我们寇家的脸面一点都不顾啊？依父亲的意思是，为了寇家的名声，女儿就应该不顾自己的性命。这……我嫁入陈家不过几十日，便已如此，不仅不给我饭吃，被逼着交出所有的嫁妆，还成天被他羞辱，被陈家所有的人轻视。难道就因为我被退过婚，就活该如此吗？就因为那几句妇德妇心，我就把自己的青春全部都葬送掉吗？父亲，你若是觉得女儿给你丢了脸，我现在就可以撞死在柱子上，我宁愿死在寇家，也不会进陈家的祖坟。兰芝，你这孩子刚离京不久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嫁过一次，相当于死过一回，便也是自然的。不过父亲也不必太忧心忡忡。这次和离是邓志做的见证人，也是他亲自接我回京城。太后娘娘也已经答应了。回京之后，我还是宫学的女妇，即便被人嘲笑，我也昂得起头。还宫学呢？班叔如今一出事儿，宫学能不能办得下去都是个问题。女儿啊，不是爹不心疼你呀，只是如今朝政风云变幻，你弟弟他又受了重伤。阿芳他怎么了？班叔又怎么了？皇上班叔还有你弟弟一起游猎之时受了重伤，现在朝廷正在弹劾班叔。大将军陪你一起回来的时候，未曾告诉你吗？没有，我们一起回京，他突然收到信件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老爷，老爷，少爷他醒了。姐，要不是你有伤在身，我这一巴掌早打下去了。我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不要跟班叔对着干。可是你呢？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没有，我只想吓唬他，让他断个手脚，帮阿姐出气。谁让你帮我出气了？我这次能够成功和离，平安回京，全靠班叔的帮忙和鼓励。可你倒好，恩将仇报。红玉在，给我扶少爷起来。喂，姐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！姐，你放了我吧！姐，你放了我！住手！爹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爹，你救我！他们要带我去自首。兰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件事情一旦捅出去，就算你弟弟是清白的，那也会落下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啊！爹，那也要去啊！阿峰说了，他半睡半醒间听到别人议论，说是班叔救了他和皇上。既然这样，班叔就是他的恩人呢，这个恩就必须得报。只有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，才能还班叔清白。眼下拉他去廷尉府是唯一的法子呀。兰芝啊，你是不是真的糊涂了？刚才杜大人跑到这里来，还告诉我，皇上受伤一事，朝廷一定要严查严办。如果班叔清白了，你弟弟完了，那我们寇家也就完了。恐怕糊涂的是您吧？是，阿芳可以做缩头乌龟，可是这件事情的真相，只要有心人稍加猜测，就可以推断出来。班叔与我们姐弟都有大恩，要是我们袖手旁观，
他出了事，太后娘娘会怎么想？登志会怎么想？到时候，恐怕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们寇家呀！阿峰，大丈夫要敢作敢为。你还没有年满15岁，就算被定了罪，依我朝律法，罪人年15以下，罪减3成。到时候再向皇上帮你求求情，阿姐再想办法帮你通通门路，就算吃苦也不会太重了。你听阿姐的话，去跟宗正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好吗？可是姐，就算流刑，我也扛不住啊。对了，姐，你看皇上，他现在不是也没吭声吗？他后来一直醒着，他知道班叔是救了他的呀。他不说话，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，对不对？姐，我们不能跟皇上对着干啊！阿峰，对，阿峰说的有道理。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寇家所能左右的了。至于如何处置班叔，那更不是我们寇家的事情。阿峰你从现在开始继续装晕，等你醒了以后，我带你去太后娘娘那请罪。相信你尚未成年，太后娘娘不会太责怪于你。爹，乃至阿峰可是我寇家唯一的独苗啊！阿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弟弟？早知如此，我还不如从陈家的阁楼上跳下来死了算了。姐，两位公主，皇上服药后还在沉睡，老奴斗胆，请两位公主移驾回宫，等皇上醒后。既然知道自己是奴才，就应该记清自己的身份。我们都是皇上的姐妹，你又算什么猪狗东西？在这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见皇上？没错，皇上自入宫到现在已经5个时辰了。当初我送他上车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一入了这广德殿就昏迷不醒了？是不是你的奴才做了什么坏事？没有，公主，皇上他病重，要是惊扰了圣体，就算你们是金枝玉叶，也担待不起呀。公主，你不能进去！公主，你让开！你不能进去！公主，大胆奴才，竟敢伤害本喜公主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没有，公主，先把他带到公正司去，好好审问，再传御医过来。公主饶命！公主！好了。什么？班女妇会被杀头？是的，我问过姚女妇了，对皇上大不敬就是这种刑罚。皇上，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班叔去死吗？那会儿霍将军找到你的时候，我可是看到他满身是血，仍要护在那棵树底下。朕当然不会。可是奶娘说了，朕要是把朕和寇封联手起来陷害班女妇的事说出去，朕的皇位就保不住了。你连那个奴才说的话你都信，我们说的话你就不听了？那个老奴才刚刚还在门口兴风作浪，说你至今昏睡未醒，还不让我们进来见你呢。不是别有用心就怪了。没错，他说过母后对你不好吧？可是你后来听了我们的劝，对太后恭敬了，太后不是对你好多了吗？今天早上她抱着你，着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，难道是假的吗？皇兄，我知道你有心结，可我也不是太后亲生的呀。母后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她要是想害你、废你，随便给你安一个荒唐的罪名，就够废掉你了。对呀，这件事情纸包不住火，时间一长，大家都会知道真相。说句难听的，要是班叔真有什么3长2短，你这个皇位还保得住吗？邓将军这么喜欢班叔，他要是发了疯，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来？还有史书，你还记得班女妇跟我们讲过的史官吗？他们可是不管3七21，都会把史实给写得一清二楚的。难道你想在千百年之后还留个恩将仇报的恶名吗？朕不想，可是奶娘说的也有道理。现在这件事闹得这么大，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好办，这件事情说大是大，说小是小。只要你说你和寇封只是想和班女妇开个玩笑，
那么这件事情就能以大化小，以小化无。可是这样能跟宗正那边交代过去吗？要是真的只是开玩笑，这应该在城门外头就说出来了。你是皇帝，只有臣子跟你交代的道理，哪用得着你跟他们交代呀？他们拿你当靶子攻讦太后，为的不就是想等你亲政之后能加官进爵吗？那你还怕他们什么呀？话虽如此，可是朕还是担心别人。够了，皇上，我这个北乡公主向来胆大妄为，横行霸道。今天我索性就把话给说明白了，班叔是死是活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你要是想做个人君，就堂堂正正的把这件事的真相给说出来。那些朝臣要是敢放屁，邓大将军会保着你，我父王也会保着你。但是你要想做个背信弃义的昏君，那我们也拦不住。只是，请你记着一句话，就是今天去见班女妇的时候，她说的一句话：皇上是我教出来的弟子，我信他。所以拜托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这么做对得起班叔对你的这份信任吗？不可以害怕，朕是皇帝，朕是皇帝，朕不可以害怕，朕不可以害怕。传罪人班叔上殿。廷尉，罪人班叔大不敬一案，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你来当着众卿的面说个清楚。遵旨。臣奉太后懿旨，宗正府之令，严审女犯班叔。罪人虽未招出幕后黑手，但也对玩忽职守、护卫不周，致使皇上遇险之事，供认不讳。依其罪责，按本朝律例，应处以枭首之刑。臣宗正刘密复议。太后，臣以为如此定罪实为不妥。班叔并非是朝廷命官，玩忽职守一罪不可强加。再说，他虽然有错在先，但是他救驾有功，臣以为应该轻判为宜。杨大人所言极是，此事既已查明并非预谋，皇上也只不过受了轻伤，班叔又有帝师之名，怎可能轻易处以极刑？更何况，班叔之兄班勇在外征战，难道我大汉将士在外流血流汗，回到家里还要看到自己妹妹惨死的一幕吗？荒谬！班勇征战在外，那是他为主尽忠的本分，难道就因如此而不能治罪于他的妹妹了吗？更何况廷尉什么时候说过已经查清，并没有阴谋了？大将军，你如此为班叔开脱，是不是别有用心呢？我有什么用心？刘大人，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哼，恐怕我说出来，某些人的狼子野心就包藏不住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够了，刘卿，这是在朝堂之上，不是可以对骂的乡野市井，你注意点。臣知罪。不过太后，臣以为，廷尉已经治罪于班叔，就应该将其处置，并且处置其幕后指使之人。照你的意思，你知道背后的真凶是谁了？不错，太后，臣曾经收到过一封密信，信上说太后的近臣霍桓曾与周王等人密谋，试图说服太后改立周王世子。此事不知太后是否知悉？信上还说，邓大将军和太后也商量过此事。一派胡言！
皇上乃太后亲自迎入京中所立，怎可能轻易废立？如若不然，好端端的皇帝为什么要突然出去游猎，而且意外受伤呢？如果没有人在后指使，怎么会如此巧合呢？宗正大人，你要判班叔死罪，班叔认了，但你要把这件事和阴谋扯上关系，你就是别有用心。班叔敢指着班家100年清明发誓，皇上此次受伤纯属意外，绝无任何阴谋。你敢不敢发誓？如果你别有用心，就不得好死，还祸及子孙。大胆！朝堂之中，岂有你一介罪女在此放肆？皇上有没有受伤？背后有没有阴谋？岂有你在此妄言呢？此事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。臣等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帝，你不在广德殿养病，怎么到朝堂上来了？儿臣是来向母后请罪的。游猎之事纯属儿臣之错，与他人无干。班女妇更是只有救驾之功，并无不忠之举。因班女妇素来与宫学弟子打成一片，那日在御林院猎场，儿臣与宫学学生寇风，便生了戏耍之心。儿臣那一日也是误听了臣下挑唆，才未敢早日向母后说出真相。好在母后曾有慈训，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，故儿臣一旦醒悟，便急着前来向母后请罪。母后，朕愧为帝王，却不敬师长，胆小怕事，此绝非明君之行也。儿臣自感无德，还请母后废去朕的地位，改立贤王为上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，请皇上三思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你千万不能被外人巧言迷惑，此事焉知不是寇风和班叔之合谋啊！臣女宫学女妇寇氏，携幼弟寇风前来投案。罪臣寇风特来自首，罪臣不该因私怨。好了，你跟朕一起跟班女妇开玩笑的事儿，朕已经全部都告诉太后了，你在一旁听罚就是了。太后，朝廷之上本无臣女的妄言之地，可是刘大人说臣女的幼弟与班女妇合谋，臣女就不得不辩一辩了。世人皆知我与班女妇不和已久，不仅数次闹到太后面前来，而且又与他结下了夺夫之仇。试问，臣女的幼弟又怎么会跟他合谋呢？快起来，母后。皇帝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母后为你骄傲。你放心好了，既然母后当年能够亲手把你接进宫来，就不可能改立他人。既然皇帝都已经亲自来请罪，相信大家也已经都清楚了。不过是师生同游，无益失足的一件小事，怎么就会拿来借题发挥，搞了这么大的阵仗？说起来，各位爱卿还真是枉为朝廷重臣。太后圣明，臣等实在惶恐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哀家以为皇帝尚在幼冲，况且嬉笑玩闹也实属天性，纵然是无心闯祸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不过，这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所以哀家要罚你回去抄写《孝经》10遍。寇风，你事主不周，惩罚加倍。至于班叔，你虽然救驾有功，
但身为帝师，护驾不周，也算是有失职之罪。就算功过相抵，不奖不罚。廷尉王选、宗正刘密，还有众位爱卿，你们意下如何啊？太后圣裁，臣等并无异议。你们3个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班叔，委屈你了。臣女一点都不委屈，臣女现在高兴极了。女父，弟子有错，请女父见谅。以后还请您继续教导弟子。皇上有勇有德，臣女忝为帝师，不胜荣幸之至。朕知道，朝中近来有人不断上奏折，劝太后归正于朕宫。只是朕如今育年尚幼，宫学课业尚未完成，所以朕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折子，更不希望有人借此机会离间我与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。臣遵旨。母后，这大汉的江山，还请您代为执掌。等到何时儿臣才德兼备，您再归还于朕也不迟。皇帝请放心，母后一定替你看好这片锦绣河山。列位先帝皆以尊师为厚德，而如今朕宫却有愧于班女父，现班女父既不良于行，故散朝之后，朕欲执鞭为班女父前导，以昭世人。参见皇上。多谢皇上。女父，是朕没用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惊吓。朕不会说什么万死莫辞的客套话。总之，朕以后会和其他人一样，乖乖听你话的。这可真不容易，以前揍了多少回都不听话，这一用苦肉计就灵了。女父，其实，先不论皇上执鞭送臣女回家的殊荣，就单凭刚才皇上在朝廷上为臣女所讲的那些话，臣女就已经万死莫辞，感激涕零了。以后，班叔将勤勉不辍，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皇上，以报帝恩。愿受女父教诲，为贤弟得君。哎呀，好啦，那么多年也没听过皇兄说过这么多文绉绉的话。再说了，班女父的伤还没好呢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吧。我们快进去吧，里面有好多好玩的呢。去吧。嘿，姐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姑娘。皇上，带他们去那边玩吧。去吧。好，走，快去吧。老霍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魏营那边有消息了？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刚刚收到精卫的飞鸽传书，老魏营救阿轩未果，被南大王抓起来了。阿兄，姑娘，阿兄，姑娘。我说你这寿安宫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。还有那广德殿，这个乃年王氏竟然敢从中挑拨，简直是其罪可诛。行了，文喜和北乡2个孩子都已经惩治过了，留他一条性命吧。怎么说，她也是皇帝的乳娘。这小子今天这么上道，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看来啊，班叔是确实没白教他。以后你这种话少说，皇帝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你看他在朝堂上的一言一行，以退为进，礼数周全，动人以情，不但妥妥当当的把事圆了过去，全了我的面子，
也为自己挣了不少赞誉。班叔真是教了个好学生啊！你还记得他最后居然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大汉的江山，还请您代为执掌。”代为，看来要不了几年，哀家真得还政于他。到时候，我们邓家在朝中的势力就会削弱。为了以后着想，你还真得谨慎点才是。妹子，这就是你想太多了。他一个孩子才多大呀，脑子里哪有那么多弯啊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跟霍恒，我跟他没什么，你不要胡乱猜测。我不是想提醒你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没有结果的话，那还不如……行了，我比你更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失控的事我只会做一次，不只是霍恒，就连那个霍欢，我也不会再让他进宫了。那就好。太后、大将军，秦侍卫在外求见，说是有急事禀报。快宣！大将军，霍将军派来的急信。老霍的急信，呈上来。喂。魏婴欲救刘轩未果，已被南大王下狱。什么？我说他为什么还乡呢？原来是去了漠南。你们怎么一个两个都瞒着我呢？先别说这个了，恐怕事情还不小。密报里说，他们到的时候，刘轩刚被立为南大王正式的夫人不久，而南大王之母太王妃素来不喜欢汉女，这次得知魏婴前去营救，便将计就计，设下陷阱，故意让南大王看到刘轩和魏婴相会。魏婴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哎，太后愿意见我了吧？霍大人还是离开吧。太后说了，以后无事不得进宫。明宫长，既然太后主意已定，你应当顺从太后，勿再打扰。明宫长。太后，离开我是好的，不然的话，难保他到时候不利于熏心，在皇上身边暗插人，企图左右江山，到头来不得善终。希望霍大人能明白你真正的苦心。多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。太后本来就不同意魏婴去救阿萱姐，这次我又去救她，她能同意拨这么多人马给我，你肯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麻烦归麻烦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救她呀？你就是死也不肯嫁给我。魏婴要是有事儿，你能不去？这10个人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有他们护着你，我才放心。邓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你知道我一点都不想当你大哥，以后叫我名字就好。请安，喂，过来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哎，将军，她是我的心腹，有点小聪明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她商量。我把阿叔交给你了，啊？你死可以，但是他必须活着。啊，喂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赶快把魏婴救回来。
然后让他娶你过门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啊！对了，阿叔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叮嘱你：魏婴你可以救回来，但是刘轩是刘是救，不能完全按照魏婴的意思行事。太后再三叮嘱，刘轩毕竟是南大王的夫人，而南大王是头人唯一的弟弟，未来的继承人，在漠南可谓是势高权重。虽然你大哥那儿的军报说，南大王还不知道刘轩是和亲公主的事儿，但如果你们强行把她带回来，别的不说，你大哥这么多年的辛苦，就算是白费了。我明白，这次去救他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我班叔一个人的事儿，绝对不会拖累大汉和漠南部的关系，放心吧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知道了。你自己伤还没好利索，你回来的时候要多添一道疤，老子立刻让太后赐婚，娶你过门，知道了吗？你不会是来送我的吧？不错，那日你在此送我，今日我便在此送你。这是我祖父亲制的一颗灵药，有起死回生之效。此行危险，带着它或许有用处。多谢。一路保重，还有，谢谢你救了我和弟弟。谢什么？全大汉就3个女妇，我还能不帮着你啊？再说了，你弟弟也是我徒弟啊，替我看好宫学，回来之后我还要继续教那帮孩子呢。什么叫替你看着呀？那也是我的宫学啊。哼！哎呀，客官，快请进，客官慢走啊！这霍桓算什么东西？就凭着太后的恩宠做了大官。你说他除了哄太后高兴，还会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可怜你我10年寒窗，却比不过一个男宠。哎，太后青春少爱，姿容秀丽，难免春归寂寞。怪只怪你长得不如人家，这才让人捷足先登了嘛！啊！堂堂7尺男儿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竟然还自以为是。你说这满朝文武哪个看得起他？不过是看在太后的情分上敷衍他罢了。哎呀，咱们出来喝酒聊他做什么？免得玷污了咱们的嘴巴。霍大人请留步。原来王爷叫我来是为了羞辱我的。霍大人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本王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想要获得他们真正的尊敬，那你就得拥有更多的权势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你和我现在什么都不是。如何才能拥有更多的权势呢？取而代之。王爷，话别说的这么满。太后运筹帷幄，眼线无数，就凭你我的小伎俩，恐怕就算再大的事儿，也难逃她的法眼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霍大人此言差矣。霍大人，随本王走一趟如何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就是太后身边的眼线吗？今天我就替你解决后顾之忧。
这皇家的感情有多少是真挚？就连皇上的妃子也是色衰而爱弛，更何况你和太后呢？我们已经输了一次，不能再输第二次，否则就是万劫不复，任人宰割。你想怎么样？再次逼太后下诏废帝，必要的时候。可惜你的愿望落空了，太后已经不愿意见我。这上回，她不也是不愿意见你？结果呢？这年轻的女人呐，最扛不住的就是男人的柔情攻势。哈哈哈哈哈！臣奉太后懿旨，中正府之令，严查当日。哎呦，霍大人，霍大人，晕倒了！霍大人，太过劳累了。哎呀，怎么弄的呀？霍卿怎么了？高烧不止，恐怕是得了什么急症。什么？太后，霍将军许是日夜操劳，感染了风寒，不如先将他抬到偏殿休息，让御医诊治一下，这样也显示皇恩浩荡。不知太后意下如何？来人呐！你醒了，太后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点了吗？看到你，我就没事了。太医说你染了风寒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走。放开我！我是太后。你不是太后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放肆！你知不知道，哀家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命？那你就让我死吧。你知道吗？从你不见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死了。我忘不掉你，我只能惩治我自己。我撞过墙，淋过雨，打过树，我把自己折腾得够呛，可我就是忘不掉你。你杀了我，杀了我就好，顺便杀掉我心里的那个你，这样我就不用再痛苦了。你明不明白？我是太后，你跟我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事。那你还来看我？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过是尽君臣之意罢了。郎中令审大人3朝元老，病得要死了，怎么不见你去看他？还有春妮公主病入膏肓，比我更值得探视，你怎么不去看？那我就是来错了吧？真的错了？错了。
想死吗？反正我怎么样你都不在乎，你管我死活？你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阿翠，你不过是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，而我只是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，我们没有错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是在玩火自焚？这火早就点燃了，熄不灭了。能燃一刻是一刻，能燃一天是一天。我不怕变成灰烬，我只怕你熄灭火苗。